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30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先带大家做伙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在印度南部的克拉拉邦，礼拜有一场宗教集会，却是凶发生连环爆炸，造成一个人死亡，35个人烧着伤送病院。因那伫咧安德拉邦，礼拜暗时有2架火车烧落，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27个人受伤。一片乌麻麻当中，大家用手机电火勉强照明，救出更较侪受困在车厢受伤的人。印度安德拉邦拜日暗时，一个客运火车因为电车线断去，暂时停在铁轨路等待救援。10月9号，这快车对撞，至少30车厢败裂。印度铁路今年6月才多发生20多年来上惨重的列车烧亡事故，原因疑似是后期故障，造成超过280人死亡。拜日的事故发生了后，当地政府除了加派人力紧急救援，也初步研判的烧亡原因是人为疏失，可能伤亡人数会增加。在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拜日发生连环爆炸案，基督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在举行3天的开学报道大会。凶险的爆炸第一时间至少造成1人死亡，30多人受烫伤送医。My sister is in ICU. My aunt is in casualty. My sister has got legs. 在超过2000人参加的集会顶端，有人引爆简单的炸弹，场内3个地点连续爆炸，警方高度戒备。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shows it is a IED device, and we are examining it. Is there any terror angle in Mumbai? At this stage, I cannot tell anything. Only after investigation, I can confirm you the details. 耶和华见证人在印度差不多6万个信徒，用每一户传福音出名，是内部纷争，或就是恐怖主义引起爆炸。当局目前在深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中部有几间大学的学生去互通讯行骗大耳，以免卡分期买3、4个产品，而且还会当趁钱，这个诈骗案。台中地检署针对涉案通讯行骗入的业者，也有骗入的业务员，2个人以加重诈欺的罪嫌申请羁押。法院审理了后，裁定这个业者羁押禁见，因那业务员是限制自己。中部对间大学的学生去互诈骗的案件，疑似是通讯行的业务员甲学生骗讲，只要办手机或者是买笔记型电脑等3、4个产品，写无卡分期的贷款合约书，就会当赚5000块。学生收到纳钱的通知了后，才发现讲这是一场骗局。初步清查已经有68个人受害。因那台中地方法院昨昏暗时召开羁押庭审理，法官裁定涉入的通讯行业者裁定禁见，业务员裁定限制自己。再来，咱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选战。国民党甲民众党准备启动政党协商来讲合作。今仔日早起9点半，就会面对面来参详。因那赖清德讲，中共想要促成南北合作来干扰咱的总统大选，要换一个较亲中的政权。因那郭台铭是话讲，莫阁互相相搭，大家应该爱共心为百姓才对。大声发动选展现团结的气势，南北合政党协商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加侯友宜参加全国客家协晚会成立大会，抢攻客家票。明天是党对党，其实谈的重点比较是偏向于共有的一些政策啦、立委的选举啦，那总统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基本态度？那最后的整个方法，也许明天有时间会谈一些，但是有机会的话，我相信一定是侯市长跟我跟柯市长，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好好谈。那种协调换线好的，不会说一次就完成了。当然，我也知道时间蛮紧迫的哦。主管30就要面对面协商，不过南北合甲真嘛超袂歹。朱立伦是讲，对支持者为无耐心变作生气，感觉真失礼。民进党赖清德是用魔镜，譬如中共干涉台湾2024大选的野心。如果你再问魔镜说最希望蓝白合的是谁？答案也一定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希望在台湾扶持一个亲中的政权。60%民意希望看到蓝白合作，难道全国的60%民意
都是中共同路人吗？那你老是抹红别人，然后用嘴巴做挑衅式的，有意义吗？若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拼连署最后阶段，真日敢无公开行程，29伫板桥朱会宫参加祈福活动。妈祖希望带给台湾和平，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郭台铭除了祈求两岸和平，也个团结面对经济困境，互少年人加生加饲，也毋望政党毋通恶斗，大家一心为百姓。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防卫省指出，中国的山东号航空母舰昨日阁驶过沖縄南平海峡，甚至有军机咧起落。有学者都讲，因是为着未来海顶的作战伫做准备。另外，北京的香山论坛昨昏起鼓。中国讲，因伫台海4库里的军演，未来会正做常态。中军增加对台湾的侵扰，国防部日公布山东舰经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的监控的相片。日本防卫省也公布山东号上新的动态。日本时间28早起7点，伫沖縄县宫古岛以南大约460公里的海峡航行，并且起降南载机。学者分析，目的是为了实现未来大洋作战的环境。就照我们这个习近平讲的嘛，那仗在哪里打，兵在哪里练。他总得熟悉这个远洋的这个作战的能力，包括他自己本身航舰战斗群如何跟水面舰的搭配等等。山东号航舰今年总共5摆经过台湾周边的航行活动，分别是4月、9月、10月航经巴士海峡赴西太平洋进行航训。苏浩宏认为，山东舰编队即摆到西太平洋，观测伊原是进行例行演训。国防部也分析，中军侵扰台湾的态样甲时机，包含国际政要访问台湾、批准重大的对台军事案件、涉台政治法布等。统计2002年起，查到中共军机舰当年明显增加，今年到8月底，共计3147只，共舰1236只。到今天早上6点钟为止，我们国防部侦测有共机7架次，共建6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另外，北京香山论坛29场场，美国也派员参加。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何雷讲，中军伫台海周边军演会成做一种常态。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王尚清请教台湾问题，披露真侪中美关系的稳重的轨迹，讲美国爱认清将法度阻止这个危害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所来要带观众朋友赶紧来关心今仔日早起地动上新的消息。今仔日早起透早2点12分的时阵，花莲发生规模4的地动。地动中心是伫咧花莲秀峰乡，深度是7公里。花莲县上大的震度是3级，也那南投县是1级。所来咱来继续关心天气。今仔日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云有较高，温度有小可回升。咱做伙来看云图。桃园以北甲东半部食方便的所在，云会较高；其他各地拢是侪云较好天的天气。也那气温的方面，北部甲东半部温度有小可回升，高温上悬是26度至28度。也那其他的所在，因为云较少，温度上悬会甲29度至30度。中南部都要注意早暗温差较大，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也那落雨的方面，桃园以北甲东半部会有短暂雨，东北部的雨势会较明显，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雨。提醒桃园到台南沿海较宽阔的所在，也阁有恒春半岛、片湖、金门会有8级至9级的强阵风，请民众都要注意安全。因那这2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早暗会较凉冷，都要注意东北部雨可能会较大。为拜三开始。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日时也会回温，不过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透早甲暗时会较清冷。除了东半部甲山区过道较会落雨以外，各地到拜6礼拜拢是侪云到好天，而且是稳定的天气。所来咱来看台北市第2殡仪馆持续伫咧整建当中，殡仪处拍算要阁起第14座火化炉。不过，附近的居民就烦恼讲，安尼恐惊会影响迄块里的交通，造成空气甲水的污染。民众处讲，也要经过环评的同意，才会当来施工。嘛要求未来标着的厂商都要符合相关的规定。
台北第二殡仪馆整建工程持续，预定年底起营运，明年1月启用，提升服务量能。不过，第一殡仪馆未来的服务量嘛会全面转移到二殡，所以殡葬处规划改建完工了后，会个新增加14个火化炉，引起附近居民对空气污染的烦恼。我们这边有一个垃圾焚化档，二殡的那个烟囱高度就跟我们万美里是差不多的高度，它一定飘就会飘到我们这边来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二殡对这个烟囱啊标准能定高一点，排出来的那个烟味啊的那个污染源会少一点，对我们整个环境会比较好啊。附近地点是讲，因为二殡的地点若台北民众、新店甲深坑啊这些所在地区的民众拢会使用，影响的层面不加大。希望增设火化炉，会当使用最高规格设备，搁会甲里面加沟通。目前是有14炉，它原则上是符合欧洲还有台湾的环保的标准，过滤还有集成的设备，其实有多道的程序哦。明年度还有后年，我们也会编列相关的经费哦，大概有高达9000万，包括现在的炉子，我们都会定时的做汰换。之后会有新的标案啊，相关的规定哦，我们都会规定清楚。殡葬处表示，2024年有编列火化场的新建工程前期规划预算，后续爱先通过宽评才当施工，预估2033年完成。也是旧的火化炉会同步进行汰换，确保使用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107至111学年有6间私立大专院校停办。拢总有270个教职人员面临无头路的情形。不过教育部平台敢若协助80个人，差不多是3成的人有顺利转读，也若其他的7成都要家己想办法。审计部的报告嘛显示，这6间学校的学生安置去别间学校读册了后，退学的比率有达16.42%，是大专院校平均的2.25倍。所以咱来看联合报，忧郁症患者接受支持性心理治疗。20分钟的过程，健保的给付是97点，那算作是实际上的金额是干那80块。根据统计，去年因为情绪障碍去予医生看的人数是超过229万人，敢若有34万多人有进一步接受心理咨商，大部分的患者拢要是靠药啊伫咧控制。过来，咱来看《自由时报》，伫屏东有一个19岁姓苦的查甫人，伊甲民享路的一间车字店有纠纷。昨天透早4点多，伊涉嫌去车字店泼汽油放火，造成这个姓黄的头家受伤，也那头家娘是不幸死亡。警方伫昨天下晡是已经把这个人抓起来啊。昨天伫台中的清水一间南北空场发生一个共安的意外，一个外包的工程厂商伊去互雄雄倒落来的沙石逮掉咧，互救起来的时阵是已经无气死啊。不过，家在送病院了后是有救回来。目前台中市府已经下令停工，嘛要来调查这件代志发生的原因。小另外一直用沙挑伫乌甲时间伫抢命，台中市清水区古村路一个阿门土厂，29早起11点左右，一个78岁姓李的工程行业者正伫进行阿门土架床作业时，向用互落落来沙石砍掉咧，虽然有开水化救，也毋过随着无看人咯。盖帮嘛，就是那个铁板要隔起来嘛，就是太满，它要漏嘛，漏我们都是在上面看。我们叫他不要下去，他坚持要下去。所以是头家落去啊？系头家落，唔是员工落去的。是头家叫我起来啦。系。消防局接报了后，派10车27人到现场。死里的查甫人互救出来时是无喘气心跳，赶紧送往5车同综合病院去抢救。台中市路检处派人实施检查，下令业者停工，讲业者若查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部分，会处3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并且列出洪灾宣导的案例。经查明为某工程行李姓负实际负责人，于从事某混凝土工厂机械维修时，遭突然上方土石落下掩埋，经送医后已恢复心跳，本局已立即派员实施检查。当综合病院讲，经过抢救，死里的查甫人已经恢复喘气心跳，不过由血压无稳定，送入加护病房观察。另外，这个公安意外详细事发的经过，是不是有人为的疏失，也有待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在屏东明阳工厂爆炸事件了后，昨天举办春节消防人员的追思会，消防员嘛继续伫咧争取租工会，希望会当保障因的权益。
日了行政院通过公务人员协会法的修正草案，互消防员会当做特种协会。不过，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认为讲，这个草案对人数也有协商的代志，拢有相关的限制，并不是真正的解决。现场默哀1分钟，对输伫兵用大火牺牲的消防员员工，民众甲白菊花放伫消防帽仔边啊，用实际行动支持消防员调做工会。现场的法师顾吉安、爱公安做工会诉求。其实，在业者在第一优先防灾的这个动作上，却是非常不足的。民间团体也表示支持。地球公民基金会讲，有一寡企业爱钱无爱命，首先受影响、受害就是员工甲消防人员的性命。对于这企业是不应该再容忍。好像我出事就叫消防弟兄来打火就对，消防打火怎么会是他的唯一一道防线呢？怎么会是他的第一道防线，又像是唯一一道防线？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讲，成立10年以来，提过各种的问题，想要让社会更加安全，消防员更加保障，不过政府也是无听入去。虽然行政院日通过公务人员协会法修正的草案，减少会使调组特种协会，不过人数限制，涉限协商事项，可以无多认同。警消、预政、灾害防救等事项哦，如果这个东西是和这个执行安全有关系，它就不得来进行协商。那通常这种东西呢，都是会由主管机关来进行认定。所以其实有这样子限缩的文字，我们是非常不能够理解的。对着不可协商的事项，促进会烦恼真侪改革的障碍，呼吁政府会使互消防员组工会检讨现行体制缺失，甲政府来对话，达到真正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巴勒斯坦的战事。以色列的军队伫当地27半暝扩大对加沙地区的攻击，展开大规模的地面作战。以色列总理宣布战争进入第2阶段。那巴勒斯坦政府是批评以色列，因是伫进行加沙地区种族灭绝的行动。一粒搁一粒的炮弹向目标发射，以下战争继续扩大。以色列军队伫当地27日侵击，扩大对加沙的军事行动，结合海空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地面作战。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甲哈马斯的战争进入第2阶段。אתמול בערב נכנסו כוחות קרקעיים נוספים שלנו בשערי עזה, בפתחו של מעוז הרשע. זהו השלב השני של המלחמה, שמטרותיה ברורות. השמדת היכולות הצבאיות והשלטוניות של החמאס והחזרת החטופים הביתה. 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表示，部分士兵已经侵入伊斯兰武装组织哈马斯2的地图，部队会继续作战，一直到接到其他新的命令。而纳坦雅胡表示，已经甲人质的家属会谈，嘛向家属就抓，会用各种手段，互因出来人返去厝。不过政府强硬的态度甲扩大攻击，互部分人质的家属烦恼人质的安全。日本暗时组织伫瓦经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凯撒利亚，发着反对总理的口号，说服警方驱离。而巴勒斯坦驻地政府主席阿巴斯批评这是互加沙民众种族灭绝的战争。حيث يتعرض أبناء شعب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لحرب إبادة جماعية ومذابح ترتكبها قوا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لى مرأى ومسمع من العالم أجمع. 以色列扩大攻击，嘛，互加沙电话甲网络服务将要完全断去。加沙境内差不多220万人甲外界失联，嘛，互关注机构红新月会甲无国界医生团体，真歹甲伫加沙成员联络。为此，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创办人马斯克，日本嘛伫社群平台 X 回应，虽然加沙终端机无请求甲新连线。不过，有关会提供新的服务，替国际公认的救援组织支援通讯服务。公视新闻，陈世同编译。缅甸的大选就要到啊！昨日超过10万人去街路抗议，要求总理哈希纳落台，希望由中立政府来举办自由而且公平投票。不过，当局出动10万的警察去镇压，袂像煞是演变做暴力冲突，造成一个警察甲一个民众死亡，也有100多个人受伤。街路4个拢是催泪甲水烟雾，车辆的警报声一直咧打。孟加拉离北在野的2大反对党——孟加拉民族主义党甲伊斯兰党，伫首都达卡组织超过10万名支持者示威抗议，要求总理哈希纳落台，而且伫中立政府领导之下，举办自由甲公平的投票。We had 2 elections under this party. One in
the year 2014 and the other one in 2018. And you know, those are the ugliest election in the history of Bangladesh. 距离大选无到3个月，两个政党联合呼吁民众参加示威抗议，要搁伫示威进行几天，数百名反对派人士和当局拘留。আমাদের প্রতিটা মোবাইল যাদের অ্যান্ড্রয়েড সেট আছে প্রত্যেকটা মোবাইল চেকিং করছে এবং আমাদের অনেক হেয় প্রতিপন্ন করছে এবং অনেক হোটেলে চেক করে অনেক লোকজনকে অ্যারেস্ট করছে আমাদের。针对礼拜的抗议活动，当局动员差不多100名警察，用催泪瓦斯加手零枪支来镇压，制造暴力冲突。示威者嘛一直向警方牵石头啊、甲砖甲，造成环境甲民众双方拢有人死亡，各有200人受伤。两个反对党嘛呼吁民众参加29月全国大罢工，抗议警察暴力镇压。孟加拉总理哈西娜是孟加拉国父拉赫曼的长女，虽然伊2009年掌权了后推动经济成长真紧 ，GDP 超过厝比印度，也毋过通膨严重，政府嘛惊向集权独裁、侵犯人权，佮镇压言论自由。暂时反对党除了要求哈西娜落台，佮撤销对哈西娜对手民族主义党主席之后的所有指控，和受到软禁破病之夜，会当出境去国外接受治疗。国际新闻台是董平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在罗西亚联邦下底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当地媒体报道，传出有对以色列来的飞行机抓降落的消息了后，有一日派渡走入去首府马哈吉卡拉的机场找以色列的人，机场是紧急关起来。那达吉斯坦政府讲，情势已经得到控制。再来，咱来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2日宣布。对加沙走廊发起第2阶段的地面行动，而且要甲200外的人质带回来。而到上新的战况显示，以色列已经控制加沙走廊北部的地区，甚至有影片显示，以色列军方伫咧加沙升国旗，是2005年以色列脱离加沙了后的头一届。再来看10年期美债，是买厝贷款公司债等利率参考的指标。顶一日是利率超过5%，创下16年来新高，引发全球市场紧张，股市连日大落。镜头转来咱国内，目前伫台湾的移工差不多有70几万人。有的移工若是要换头家，若是去拄到私人的中人，都会防加收真侪钱，根本是一只牛放上顶皮。昨昏有民间团体带100外的移工扮作是魔神仔。去台北车头游行，要求爱甲私人中人的这个制度废掉。那劳动部回应讲，会加强公家的就业服务。外口号讲，移工真辛苦，上百移工伫移工团体的协助，特别改组中介柜、社会柜，说台北车站游行，控诉政府建在私人中介向移工收转职的买工费，尤其疫情过了后，连面试办文件拢加设项目要求收费。他们今天的扮成鬼，然后集结在这里，他们想要跟各位表达的是，我一个人做不到，但是我希望可以集结所有人的力量。我们一起呼吁台湾政府。Karena setiap kali saya pindah majikan, saya selalu harus membayar job. Dan bayar job itu selalu sangat tinggi sekali. 75.000 NT dolar. Sangat berat sekali. 10.000 aja berat, apalagi 75.000 NT dolar. 有移工表示，大概转换雇主拢会互人收真悬的费用，负担真重，都那亲像互中介社会共款，要求废除私人中介制度。移工团体嘛批评公立的就服站欠缺通译人员在场服务，完全无发挥实质媒合的功能。也会持续的把各地的公立就业服务中心在办理移工转换的业务，要把它4国语言化，让移工去现场的话，也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些文件跟标识，就能够来办理。移工团体讲，会持续以废除私人中介，也甲政府对政府直接聘雇的诉求，为移工来争取权益。12月初10的移工大游行，也会搁再呼吁政府重视问题，负起责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新制实施了后，驾驶伫1年内，若是违规防记点记到12点，就会防吊扣驾照2个月。有真侪司机认为讲，这是车路设计有问题，逼因违规。即嘛新的制度嘛无相关的配套，那安尼恐惊会影响到因的工课甲收入。因打算伫明仔载要招100外台车包围交通部抗议。那交通部表示，
已经有协调临时停车的空间，嘛请地方政府都要继续来改善。路边临时停车、并排停车，也是汽机车无爱停让过路人，危险开车顶。驾驶员即要互开罚单，也同时伫记点。这是交通部6月底实施的交通新制，民众无敢看法。不在乎的人其实就是不在乎。我感觉应该是有这样的规定，会造成一些驾驶人会更注意那个所谓交通规则。交通违规的新制度是依照行车特殊，也有交通安全危害程度，其违规点数1点到3点。这位汽车驾驶人一年内底记点达到12点，会用扣缴2个月。真侪职业司机不满这个法规会影响因的生活，3一个动员上100台车来包围交通部。3个月下来，违规的数字达到4.5万。比以前超出那么多，问题出在道路交通设计有问题，交通教育有问题，应该是你们交通部设计上就必须要有完善的处理，要有配套的措施。另外，当驾驶人甲车主无共人时，车主要伫期限内底申请办理转移驾驶人，流程真麻烦。台北市交通裁决所今年7月到9月申请转移件数已经达到108426件，大增8成多。相较于去年，增加了4万多件。所以也造成，不管民众或者是我们的承办方的负荷量也在增加。我们已经也跟工总取得接洽，研究一些有没有如何简化的一些方法。台北市交通局讲，对着违规记点的简化流程，会甲公路总局来讨论。1个月内对客运车交付站提出规划，也会正式黄线临时停车的所在。也来交通部是讲，职业司机诉求已经协调地方，空出456个所在临时停车，会继续请地方政府来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囡仔伫细汉的时阵，若是受到直系血亲的家庭暴力或者是性侵，大汉了后，加害者要适当以直系血亲的这个身份，伫免经过受害者的同意的情形之下，调户口资料，知影受害者住伫倒，继续该骚扰。为着要阻挡这种情形一再发生，卫福部按算针对家暴法来修法，限制去互法院判有罪剥夺侵权的加害者。袂当调户口资料来看。真侪家庭暴力加性侵害的案件发生伫咧被害人做囡仔的时阵，加害人是直系血亲，社政单位甲被害人安置好势，一直到被害人成年，家己会当独立生活了。加害人则因为直系血亲的身份，会当无经过被害人同意，就调或者停本，这样伊住伫咧倒继续私了。卫福部针对这个问题，将会进行修法，限制法院判定有罪剥夺侵权的加害人，不会调或者停本。定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指标、一个标准出来，演绎的一个方向，就是希望能够判决确定，或是被剥夺侵权，这种比较明确。严过公民团体认为，有部分的家庭暴力性侵害并无正式司法程序，建议用专家学者的专业评估报告来做引用的依据。另外，这边修法对社会性暴力立法，卫福部决定性暴力专法，对刑法、性侵害防治法等作为性暴力司法进行修法。修法相对的是行政立法部门有这个默契的话，相对是快的。那我们当时确实也想要赶快让这个被害人保护的这个部分能够尽快有法院的依据。第一线社工在他们第一个就是这个法律的这个适用上要很钻研、很研究一下子，才知道说当我处理被害人的时候我是用什么，当我去刑事告诉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或者认为对社工甲民众来讲，这件案件可能涉及到几多条法条，在执行上相对较复杂。根据这4项法条的修正案实施1年了，结果再依照实际执行的情形做调整。也那修正案已经提交予立法院，相信这礼拜会伫维权委员会进行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高雄凤山的一间火锅店，有打广告讲禁止人客家己炸物件入去煮，不过有人客说是挑工安尼做，去互店头罚钱了后，说起配面冰倒。消保官讲，亲像这种情形，店头若是已经有打广告，有尽到通知的义务，确实是会当加罚款的。欠芳了后，甲肉煮好食，人客地当甲食材放入去食火锅。这间伫咧凤山的火锅店，消费方式是单点，算盘数，嘛明白来打广告，讲袂当甲物件炸入去内底煮，违者爱罚100块。不过28号暗时，所有消费者甲业者伫咧门口冤家。这里面还有热汤啊，一些东西把它全都翻倒，整个桌子地上都是啊，旁边还有坐女客人，差点
弄到客人。对啊。一行人伫马路来冤家，业者讲以后无需要这种人客。原来这群人到店内用餐了后要结束，所方发现家己炸物件来煮。业者针对着消费的大人，每一个人收50块，互消费者不满直接冰倒，业者嘛真生气。店家他要有一个告知，虽然刚刚讲到一般人会有这个概念，但是呢要有一个告知如果有的话，可能会有我们叫做违约法啦。不应该要带外带的食材，那也再怎么样也不要影响到别人。当然不行啊！怎么说？因为毕竟人家店家是做生意的人啊，还是要经营要生存啊，这是很正常的啊。小保官表示，食到饱的餐厅袂讲偌大，也是餐厅禁止带外食这种规范，通常是约定成熟。只要店家有明显的公告，有尽到各地的义务，就当主张要针对违规的行为来罚款。不过金额也是有规定，若是超过餐费1杯到2杯，甚至到10杯，都有讨论的空间。记者王刘婷、柯正准报道。台湾目前是还未开放旅行社组团去中国旅游，不过有部分的旅行社都改做是自由行，利用到位了后才成团的方式，弄法律的空棚，引起争议。有学者就表示，若不是以正常的管道组团去中国，一般拢袂有旅行契约责任保险，而且私底下家己组团，若是发生意外，到时恐惊是叫天起袂应，完全是无保障。乡委纵观的万里长城，也是伫紫禁城内故宫博物馆，这一个一个正美丽的景点，拢是较早民众对团去中国旅游的精选行程。只是即马台湾组团去中国旅游的禁团令也未解除，国内有22个人家己组团去新疆自由行，23煞发生严重车祸，造成1个人死亡，1个昏迷，2个人骨折，引起争议。2019年呢，我们台湾人赴大陆旅游的人次呢，也超过了400万，是占了我们出境人数市场的1/3。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庞大的市场底下，当然就是我们的旅行社很多呢，就是它目前为止只能够做自由行，就是机票、住宿。如果说旅客要参加当地旅行团，变成是他要自己去参加当地旅行团。根据观光署的统计，今年到9月份，国人出国第一大国是日本300多万人，过来是中国有117.2万多人。李基高是讲，国境开放到即马已经1年，也袂使组团去大陆旅游，真无公平。全台湾4000多间旅行社，9成拢有伫经营中国市场。禁团令，互旅行社用私底下出去。学者嘛讲，那种毋是用正常管道组团去大陆，大部分是无旅行契约的责任保险，欠缺保障。现在如果到大陆去旅游，当然保障就会小一点，因为你是可以保旅平险没有错，旅责险这一端是无从求偿的。李基业表示，虽然有伫机场做相关查验，是毋是有业者组团去大陆，不过台湾旅行团会当发团去全世界，却袂使发团去中国，这是真奇怪的现象。希望中央会当赶紧答应旅行团去中国旅游，安尼才会当互旅客得到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卖关心，因为天狗节的疫情，厝药做封治。伫台中市有一个民众就指控讲，东区区公所甲警方硬走入去因兜喷药啊，若厝内人惊一条，规帮人鞋仔拢无脱，就入去因兜，连态度嘛打甲破去，而且警察阁甲因批叫。那区公所是强调讲，事先因拢打公告，依法行政来执行公务，无需要配合民众要求。区公所人员甲警方入去民众的厝内，执行天狗节转药的作业，刷去有厝主指控，毋但是无脱鞋，态度会较真歹。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脱鞋？这是我家你等一下帮我擦地板吗？看，警察先生，为什么你们进来别人家不脱鞋啊？我的自由，我高兴，也可以拒绝我们进入。台中市东区区公所10月初接到通报，对天狗日确诊的个案周边环境展开清消。其中1号民众指控，2号迄一天早起10点左右，当时只有70多岁母亲伫咧厝内困，煞去这群人弄入来厝内，毋但是受到惊吓，楼推头的地砖也阁去用打破。我妈当时在睡觉，然后卫生所跟东区区长还有警察找锁匠开锁进入我家，然后我妈那时候在睡觉，她就吓醒。我们觉得我们的宪法保障的居住自由
跟人权都被侵害，隐私权也被侵害。区公所甲警方表示，全药前一天就有打公告，迄一天因为面体无人应门，所以找所长开门。经过沟通表明，以团的边防治法入来全药无需要配合烫的。我们10月1号就有张贴公告，就是说10月2号要进行敷内的化学喷药。传染病防治法他所有民众是要配合我们，不是我们去配合民众的要求。本案因民众配合度不高，与执行同仁有产生口角冲突。本案依规定配合区公所及相关单位顺利完成清消工作。区公所强调，警方全程拢有搜证，技术配合会使依法处6至30万的罚款。另外，民众质疑工作人员打破地砖，建议会使提证据申请国赔。记者台中报道。伫故宫的脆肉白菜甲肉香蕉是真出名，不过其实食的拢算是重要的古物。若要争做国宝，都要经过严格审议。最近故宫甲6件文物送审，其中嘛包括苏轼的《赤壁赋》，等17年才等到提报送审。来故宫参观，会当看到一寡国宝文物，不过是侪问民众上会当联想到故宫的文物是倒一寡。翠玉白菜，翠玉白菜，翠玉白菜，还有其他的可以想到的吗？还有啥？那东坡肉，翠玉白菜啊，对呀，还有那些什么鼎啊。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代表性的故宫文物，都亲像真出名的肉香蕉、脆肉白菜，也有毛公鼎。不过，干那毛公鼎是人情的国宝，另外2项拢干那列伫重要文物。它是景妃的陪嫁品嘛，它其实并不是清宫原来旧藏的玉器，科工上面其实跟清宫的那个玉器比，还是有一点差距。人气来讲，它当然是国宝，它就是一个人气国宝。依照文字法规，古物分作国宝、重要古物甲一般古物。不过，伫故宫的69.8万外件馆藏内底，会当列做国宝的文物，敢若276件，其中以画图类189件上济。最近故宫提报6件文物送审国宝，其中宋代苏轼书简《赤壁赋》真迹。2006年点出的时阵，都还未启动古物的分级审议，所以是等17年才提报。因为我们一般都是随着展览的开展，才会去审查那个展中的这些文物。它就是一个很切合我们现在的那个性别平等的议题。唐代等于是一个女性的抄书家，那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现在台湾这个社会来讲，这就很重要。东条五彩鸾苏东运，这个原来互人提报是国宝。好严重是讲，这甲社会发展趋势相关，所以若做有某一寡文物，大家认同是国宝，达到真侪共识，原来有机会搁再提报审核。记者综合报道。唔知大家敢有听过望春风、望你早几咧？虽然现代台湾的流行歌是真丰富嘛，真多元，不过其实伫日本时代甲戒严时期，这歌曲拢爱经过审查，有真侪歌曲红列做是禁歌、禁止放送。即马台语文创意园区都规划禁歌相关的课程，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段历史。望你早几，山顶乌狗兄，一首一首经典的台语老歌。但是，伫台湾戒严的时期，却因为歌词伤悲哀，打击阿兵哥士气等等的原因，袂使唱。借这机会介绍一寡以前的禁歌，即就这歌即摆足流行吼。歌有好有歹吼，但是只要社会该去公平，唔能政府成就个禁。特别咧禁的时候，唔是根据什么社会的标准来禁，是因政治的因素来禁，迄是唔好的。台语文创意园区逐个月会举办2摆的台语学堂，这边安排禁歌欣赏、了解歌曲的背景。除了禁止的理由千百款，语言嘛是当时心在条件。这歌其实就是有咱的情怀，佮有咱的传承。甲伊禁起来呢？就是第一禁母语嘛，切断你的感觉，互你莫会记你遮的，你就爱听我的话，你即摆爱学我要甲你教的。我是感觉这个歌，听起来拢感觉有足深的感情哦。其实台湾歌曲审查上早有资料记录，是伫1934年的一首《街头的流浪》，
一直到1990年，将近1甲子的歌曲审查制度才正式结束。台湾的流行音乐嘛开始走向自由多元来发展。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咱来看，伫个嘉义县的鹿角草，有县内数量上济，而且上届有花树仔。为了要互民众认捌这个老树仔，当地志工举办小解老树仔的活动，嘛互大家了解在地故事甲文化。全台湾的特性哈，全台湾都一样。哎，你觉得珍贵老树的第一名是什么树？榕树。哎，没错。向民众小解老树的背景，甲大家安怎来认捌老树。老树志工29早时，伫稻草乡的中路社区举办老树仔的巡礼活动。带民众看树仔学地方的历史。咱知影讲，原来是啥物啊？树仔的条件就叫做老树。啊，咱若树仔爱安怎保护，啊，甲树仔安怎相处，啊，咱就定数。我感觉足趣味的哦。请一寡专家来介绍咱庄仔内一寡老树，伊的历史、伊的由来，啊，免怎甲照顾，啊，佮有啥物病虫害，所以对咱这个社区的村民来讲是非常好的活动。嘉义县内有82丛登记的珍贵老树，其中稻草乡就有11丛。志工表示，老树的生长甲地方的文化、宗教也是生活拢有关联。你后面要甲伊保护，上基本的是爱熟悉。吼，啊，你也无法度熟悉这项物件，咱政府机关要杀后壁的物件，就足歹杀的。哦，所以要互百姓知影讲，啥物叫做老树？超过100岁，吼，也胸高直径，吼，爱超过1.5公尺，吼，啊，个有呢，也树冠的面积爱400平方公尺，吼，对于这个地形，吼，有一定的了解，啊，呢，嘛知影讲咧，咱这老树呢，吼，爱保护，吼，会使呢，对咱的在地呢，了解咱的历史的传承。嘉义县农业处表示，过去这种老树保护的课程，拢是志工也是相关专业人士参加。这届头摆开放予民众参与，就是希望民众嘛会当有保护观念，做伙来替在地老树的保存尽一份力。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有一个32岁回乡青年叶武真，伫屏东新北的巷仔底开一间独立册店。心头起，大家对伊是无啥期待，不过伊透过警册带动在地活脱的风气。希望会当将理念小仔优质做伙推动地方创新。伫一间细细间仔的册店内底，有人摕家己有兴趣的册豆豆咧读，有在地青年招朋友来，甲这当作起点，讨论安怎办社区的文化活动。这是屏东新北乡的独立册店，32岁叶武真原底伫别个县市做工课，伫朋友甲翁婿的支持之下，倒来故乡开独立册店。用家己的力量帮助地方创新。我们现在回屏东之后，其实也陆续有在接触这边的友善生产者，可能是小农，或是可能在做一些无毒的产品，或是回收的产品这样。对，所以未来也会继续慢慢开发南部这里的资源。叶武真讲，要伫庄脚所在开册店，真侪人拢替伊烦恼。去办营业登记时，办理人员嘛甲伊苦劝。不过后来，伊透过警册修改内容，做重点的方式，互更较侪人注意到无共方面的册。除了带动活脱风气，这个空间嘛是信念相同的人来推动社区活化计划，替在地农民推广对环境友善的产品。很多人都会第一个质疑就是说，啊，这个要在乡下要卖谁？书要卖谁？但事实上呢，独立书店真正的价值应该不在这上面。它其实会带动非常多相关的东西。叶武真表示，要册也是卖产品，原本拢只是希望会当有收入，互册店顺利经营落去。毋过伫咧警册和在地农民业者接触的过程中，互伊豆豆看到独立册店的责任甲价值。伫即个人人拢有一台手机的数位时代，伊毋望会当甲这当作专门文化基地，替新北乡带来创新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当兵晓。明仔就是10月31，是西方国家传统的节日万圣节。有民众会甲动物伴做伙穿特殊的服装参加活动。不过，就有兽医讲，动物伴的衫才是大景，而且因若无法度接受万圣节恐怖的气氛，就互因踮伫咧厝里，较袂拍着惊。这款猫狗身躯顶拢有装扮，穿的衫也一领比一领较水。10月底是西方传统的节庆万圣节，真侪人毋但是家己装扮，也替家己厝内猫狗变鬼变怪。Estamos disfrazadas con la temática de la familia Adams. Ella es una merlina. Bueno, ya se quitó la peluca que le había puesto porque ya está un poco fastidiada. Y yo me disfrazaba de Morticia.
要安怎替赤潮潮的鸟狗装扮？除了衫的布料穿起来爱舒适，设计时阵也要注意，莫去甲因冻掉的，互因看无歹行路。树林塑化或者是脆片的装饰物上好是卖，过来就是要顾到因的心情。When he's in his costume, you know, he may be happy and okay with that. If he's not, then maybe having him go trick-or-treating in his birthday suit might be a little bit better for him. 专家也讲，带宠物出门参加万圣节活动时阵，爱伫咧因的身躯顶有明显的标记，以免行无去。而且伫万圣节活动的时阵，四界拢有正恐怖的物件，可能会互你的猫狗去惊到。所以若是因无法度接受，上好踮伫咧厝内卖出去。People dress up, they look scary, they look different, even though they may know that person, they look different to them. So not every animal should be going outside, going trick-or-treating. 因若万圣节恁兜的宠物留伫咧厝内，也记得外口吵吵闹闹，甲一日两的门铃的声音，看有啥物办法甲因扎起来，提供一个安静的空间。对一寡宠物来讲，这才是上好的过日的方式。公司新闻牛眼编辑。在越南有一个艺术家，原底是学建筑的。伊利用空间的概念，用점温度做出动物立体作品，看落是哪像真的同款。咱做伙来看卖。先伫纸顶头画动物的形态表情，按照图片，结果来用针尖一针一针扭出想要伫的造型。越南的艺术家用羊毛剪花的原理，做出外形正形的狗或者是猫的作品，和主人留作纪念。Mang lại thu nhập cho mình thì nó còn mang lại cho mình là nó giúp mình cảm nhận mọi thứ sâu sắc hơn, cũng như là luyện cho mình cái tính kiên nhẫn, kiên trì trong công việc của mình. Tại vì là hiện tại giờ mọi người thì đang rất nhanh, tức là mọi thứ xung quanh xảy ra rất nhanh, thì công việc này làm cho mình cảm thấy chậm lại, kết nối được sâu sắc hơn với bản thân mình, cũng như là这位越南的艺术家，伊是学建筑的，利用所学的建筑空间概念，让伊的作品更加有立体感。另外，伊还先问主人，宠物的特征，也个对的感受，有啥物特别的故事，和作品除了看起来神奇外，会让更加有感情。Lúc em vừa mới nhận được sản phẩm thì em cảm giác rất là bất ngờ, bởi vì không thể nghĩ được là một tác phẩm làm bằng len nó lại giống thật như thế, và em thấy được cái hồn của chú mèo thông qua đôi mắt, thông qua những cái chi tiết như là cái mũi này, cái râu này, cảm giác nó rất là thật, như là chú mèo được sống lại. Mình treo cái tác phẩm này ở trong phòng ngủ của mình để nó nhắc nhớ cho mình về một cái cách sống, đó chính là luôn cho đi một cái tình cảm vô điều kiện, như là những bạn thú cưng vẫn luôn hàng ngày làm công việc đấy với mỗi người chúng ta. 做一种仿真宠物的羽毛剪作品，介绍无俗，自几多百块到上万块拢有，是依照宠物身躯顶花色复杂的程度、大细只，也个形态来做调整。有主人讲，猫的寿命只敢若10几年，也毋过这种作品，互伊的宠物敢若佫活起来共款。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27度。这两天温差较大，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